And now for my next trick, I'll make you believe in magic. So sit back, relax, and enjoy the show. 各位朋友，而家我轉返用廣東話，歡迎收睇六環彩頻道，我係營導姚 Venus。除咗魔法之外，仲有啲靈感，去提供4月22日嘅谷草賽事。事不宜遲，睇下我今期有乜推介啦！呢晚賽事我哋介紹第3場，9號耀昌盛世，今次抽到內檔，配翻今季頭馬拍檔巴道係半冷精選，以及要留意谷草表現準成嘅11號多利神區。第4場留意由3班落4班嘅1號勁進非凡，今次用初嚟報道嘅澳洲好手布浩榮執韁，期望騎練擦出火花。而後備補出嘅3號幸運愉快亦不容忽視，另外再加多隻配腳，9號驕陽雄心，沈集成呢晚都會派出精銳上陣，因此呢個馬房亦要多加注意。今期主要介紹呢2場，祝各位好運。嗨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帶大家看一下我的馬場。